來繼續來看中央政府的總預算，雖然已經三讀通過，但是總統3000萬的國務機要費逢3度凍結。總統府進前表示講，這會影響到總統府甲弱勢團體買中秋禮盒。今仔日總統府特別邀請到14個社福團體開記者會，互因來分享總統府的訂單促銷所受到的衝擊。社會團體佇咧現場發中秋禮盒，這攏是弱勢族群做甜樂點心。現場14個單位同齊來到總統府，因為中秋節得要到，因煞兼總統府的訂單。影響絕對是已經開始產生，總統府都跟我們定了，所以人民跟風的這一個習慣，他會也跟我們定。假如我們在推銷月餅的時候，有告知說，這個總統府也有跟我們買的時候，其實他真的是掛了一個金字招牌。社福團體代表的語氣攏真無奈，中秋節禮盒的商機受到真大影響，就是因為去目着政治。過去總統府的總統國務機要費買社福團體的中秋禮盒。110公年的中秋政府總預算3000萬的國務機要費預算攏叫3度凍結。總統府原本預計向37個單位買15000盒的中秋節禮盒，攏受到影響。提案3黨預算的國民黨立委王曉玲更加主張，愛總統偌清條家己拎錢買。每個人我們自己都有薪水啊，那他這個要做愛心要訂這個月餅，那麼事實上他就自己去做就好了，不需要就是說是把這件事情，然後又跟國務機要費扯上關係。好像呢一個縱火者，然後跑到火警現場去責問呢消防隊員你怎麼救災，總統要怎麼處理，不要得了便宜又賣乖。經濟了解，羅總統會家己開20萬向社會團體買中秋禮盒，這個基地嘛會中央燒向地方。民進黨想要市議員戴維山，昨在咧機會質詢的時陣，更加發聲疾呼愛鬥三工。所以我希望新北市至少，我覺得教育局你下轄單位非常多，你們應該來幫忙。可以來研究看看嗎？好，我們可以把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協助。總預算真無簡單，才3讀通過，不過被3度凍結的衝擊，恐驚才打不開始。